今日我哋完成咗 DSE 前最後嘅一次 mock 啦。咁我見到咧同學仔咧仲有機會係可能分配時間上面啦，咁可能要注意啦，同埋有機會咧就係可能 paper one 熟啲或者 paper two 熟啲，咁好趁呢一段時間咧去追翻自己仲有未熟嘅一啲地方啦。頭先特別份 long quest 咧，我仲係見到咧有啲應該要背嘅嘢，例如填一啲 theory 啦，例如根據 Newton's law of motion 去解釋啦，甚至係wave 例如 interference 點樣去產生啊，仲係有同學仔咧其實我行過嘅時候咧未處理到嘅，咁呢啲可以預備到嘅嘢就要預備足啲啦。咁另外咧，仲有機會畫 graph 啊，甚至係咧可能剔正負號嗰啲咧，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做題目嘅時候要留意嘅地方。頭先經過仲係有人錯嘅，咁你哋記得真正考嘅時候唔好再錯喎。如果對於呢一科係有目標嘅時候，好好把握呢一個 study leave 嘅時間。好多同學仔過往都係嘅，喺呢一段 study leave 嘅時間先至係佢進步最大嘅時候。有啲咩唔識嘅，即管問我啦。我見到同學有進步嘅。特別跟得耐嘅同學，我睇住你一路進步。但我再講一次，你進步嘅同時，其他人都進步緊。你唔再係漫無目的、盲頭烏蠅去温書，但係你發現自己有不足嘅時候，你有冇一啲實際行動去 support 你嘅目標？如果之前未曾有嘅，剩餘1個月努力好唔好？我敢肯定，你努力完1個月。你派成績嘅時候，你回望，你唔會為自己今日嘅決定